过去呢，这个宅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市府这个都种100空边的引水源。都要地标较紧，都要做较今年，都安尼好。相信对阮的这百姓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宅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宅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3月8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响应3月8号国际妇女节，特别邀请3位杰出的女性来分享所谓暴力、社会创新等主题，同时佮规划市集，希望让市民了解市府推动各项妇女政策的努力，同时也呼吁妇女朋友爱相信家己，勇敢去爱。台南市为了响应3月8号国际妇女节，伫市府2楼广场特别邀请侪妇女朋友来参加，会中以所谓暴力、社会创新甲自立生活等议题，嘛邀请3位杰出的女性来抵讲。其中就颔棍以上有法度振动的钟雅茹分享伊的经历，嘛为相信家己、勇敢爱做了上好的见证。拿掉这个社会的规则。尝试去跳脱限制性这样的一个思维，我尝试去掌握我自己的人生，我开始去学习，不断的学习，所以我学会了用手控滑鼠来操作电脑，然后我开始去投入生命教育的工作，我去演讲，我去主持广播节目，我录制有声书，我到台北，北漂到台北工作生活。
好的一个展现。同时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去飞行伞，我去潜水，我去划独木舟，我甚至参加选美比赛。我不断的选择尝试，让我的人生有可能性。会中副局长赵庆辉嘛伫路线以及主管陪同说明市府推动各项妇女权益甲服务，强调每一天拢是妇女节，妇女已经当挺起一片天。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短讲的部分，让大家去体会到妇女权益的运动，它其实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不断在进步，但是它的进步呢，还是有一些需要在精进的地方。我们不敢讲说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很多细节的部分还是要来做一些调整，才能够对我们妇女朋友在各项层面提供最适切的一个协助工作。主办单位社局除了安排精彩地工以外，嘛邀请12种无同形态妇女族群来摆搭，期待透过无同的公共参与来为家己发声。当年嘛规划市集，提供民众选买台南特色产品。其中关闭一律花文创工作室，除了是地方创新、赢家花开的愿望，所有顺手工的纺织产品，嘛拢是妇女成长开创第二春的成果。我们用了在地凤梨的产业，凤梨的叶子取了纤维做了编织，那这些编织呢，都是有一些妈妈姐姐们一起合力完成的。那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工作部分，我们希望用这些编织呢，可以成为这些妈妈姐姐妹妹们的第二收入，可以维持家庭，然后得到自己的成就感。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市空军策应补助伫去年底进入第2级阶段，不过伫户数统计方面，因为军方沿用92年的户数，甲现在实际户数差真多，所以就里长透过议员林美燕甲立委陈以信တင်情，上午特别邀集军方甲市政府协调，希望资料会当保证，并且建议补助措施。伫个新生甲文化里长的陪同，议员林美燕上午透过立委陈以信，邀集军方甲市府的地政等单位来座谈，针对咱市空军做因的补助，因为第3级的补助已经达到8成，军方对去年底开始进入第2级，不过因为军方掌握的户数资料甲里长相差真多，对此议员要求军方要来重新认定。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把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当成什么？我们要从3级一直排下来，高雄一开始就补助1级，而且从93年就开始补助住户。我们台南市的住户还要从从100年开始补助，而且补助不是说你3级全部就补助了我们还要被依据到92年3月6号之前，你才能的建物合法建物你才能补助那我请问一下，3月7号的人，92年3月7号这些住户的人没有听到噪音吗？飞机飞过去就听不到了吗？怎么会有93年3月6号这个时间点就认定我可以补助你，我不可以补助你呢？我们了解到这中间可能是你们一开始所拿到的资料，市政府所提供的资料跟现在现实的状况有落差。那这样一个落差呢，如何规则，这个是一部分的问题。到底是台南市政府没有妥善提供如此资料，还是说今天空军可能疏于这个索取资料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可以再来做厘清。但是这个资料跟事实有落差，这个是确定。而这个落差本身造成损害也确定。那我想在这个在这个协调会当中，空军跟国防部也展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愿意在资料予以这个补正之后，来研议后续的补偿的措施。对此，空军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表示，因为策应的补助过去是委托市府来办理，军方对民国18年才开始家己办理。因为户数的资料是沿用民国92年，未来将向文落市府调查补正。
这边的话，我们后续的话会依照行政流程的话，发函给市政府，请调查所有45个里，就是台南2级45个里的所有的户数。那相关的统计误差部分的话，也感谢那个陈委员在3月1号召开国防部业管，那国防部那边也有电话告知说，如果相关资料拿到以后，我们后续就是依照比例原则，就是如果假设2000统计出来有2000户的话，大概依照今年补助大概是4.1%，那所以新生里的话会有82户，扣掉原本的27户，应该有补助可以到55户。那对，那这个专案款的话，那个国防部也同意以专案的方式来下售。立委陈以信表示，因为军方每年的补助有一定的比率，以新生里将近2000户，补助4.1%，总共有82户。不过军方的资料却只有27户，相差55户。伊着一户补助4万块，嘛才200多万。对此，立委甲议员表示，一定会要求军方来落实。而军方嘛发函予市府调查所有45里的户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2021年的统计，心脏疾病是国人第2号杀手。平均每24分钟，都有一个人死伫心脏疾病，而且若无适当的治疗，3个月内搁在住院的几率高达3成，5档死亡率嘛有5成。所以，基比医学中心伫2017年成立心脏功能强化治疗团队，5档来嘛得到国内外肯定。过去的心脏衰竭治疗，拢是医生甲病人1对1的照护模式，对着后续的照护追踪较欠缺。因此，基比医学中心对2017年成立心脏功能强化治疗团队，透过跨领域的团队专人照护的模式，5档来总共收治427名的心脏衰竭病人，大幅度降低3个月内，搁在住院的比率高达将近1/4。而且嘛，大大缩小住院的天数。心脏衰竭呢，其实我觉得在病人一个高度的一个反复住院，或者死亡率很高，或者住院天数很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就是病人一开始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比较不足，那再来就是整个团队的照护过往呢都是单打独斗，就是有主治医师一个人好好的照护病人，但其实他们可能欠缺的呢，就例如说可能营养师或者是各种的职能治疗师或者物理治疗师或者复健医师等等的介入，甚至其实我们团队里面还包含了心理师，可以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一个忧虑的一个状态。我举例来说，可能有的病人因为一紧张一忧虑就会开始吃开始喝，甚至会开始担心自己的状况不好，晚上会失眠。但其实都不好的睡觉失眠这状态也会造成病人的症状变得更严重。所以这几年呢，心脏奇美医学照护中心的一个心脏衰竭照护团队，就是透过不同的一个职类的人员的加入，一起团队性的照护这个病人，同时提供连续性的一个照护，让病人可以降低我们的住院天数，降低我们再住院率，以及降低我们的一个死亡率。那这几年整个对我们而言400多位的一个心脏衰竭的病人，其实我们见证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奇迹。亲像这名70多岁的黄先生，因为扩张性的心肌病变合并收缩性的心脏衰竭，造成一直来住院，后来经过治疗团队的介入照护，病情好转，才顺利来出院。上午院方嘛特别为黄先生来庆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天助自助，上天是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自立起来，只靠他力的话，那它的成效呢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那这个心脏衰竭的病友们应该要能够有信心的、有恒心的，在我们奇美医院的医疗体系下，定时的服用药物还有加上运动的复健，
还有那个，还有饮食的控制啦，这样可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5年来，基比医学中心心脏衰竭治疗成果，不但得到国家医疗品质奖、加医疗品质测证会心脏衰竭疾病的认证，更加进一步参与美国心脏协会心脏衰竭品质照护的登录计划等国内外的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世界三大食品展之一的日本东京食品展，组织来自台湾九大农业县市的首长张明盛大。其中，台南市长黄伟哲是任内首次率领农产台南队前往参展，希望借着东京食品展的国际知名度，让世界看到台南。世界三大专业食品展览的日本东京食品展7号台湾馆开幕，来自台湾九大农业县市的首长农教场场面相当盛大。其中带领台南农产代表队参展的市长吴依婷会长嘛特别老礼仪，邀请日本朋友来台南展场参观，嘛欢迎大家来台南。私は台南市長小出です。台南のグルメ町、台南市の特産品。我们希望更多的买家，因为许多有一般的民众留下好印象，这是很重要。但是邀请国际的买家 B to B 这最重要。因为有好几个农会总干事，有好几个通路商，其实他尤其像今年的台湾兰展，他们日本人看到台湾兰花，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台湾兰花非常有竞争力，所以我想说，兰花、美食、水果、水产，通通都是我们主推的目标。面对这么难得的行销机会，市长吴依婷强调，这摆参展是团体作战，组织来自台南早经农会甲食品业者，除了往来酸亚等冷冻青果以外，有文旦、毛豆、蚵仔甲沙白鱼等产品，并且布置相当难得的奈米喷火兰花。希望台南伫即摆国际食品展览，互参访的外国朋友不止食会到，目睭嘛大大享受。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高中毕业以后，就跟随国宝艺术陈启春学习木雕的刘进文，在1997年成立工作室。多年来，接受真侪庙宇委托修复各种家当入石榴的木雕艺品，修复的成果得到肯定。现在时，刘进文伫南台北医、台南林间大学开办授课，传授家当入石榴特殊的木雕技术。佛光山南台别院、台南林间大学一礼拜7天，每天拢有安排各种对着新生优的课程，互民众报名学习，为音乐、舞蹈、心灵、艺术、外文，或者是养生等等，课程多元丰富，适合每一个年龄层。其中正受到民众欢迎的，就是木雕大师刘进文的家当入石榴课程。伫去年开办第1期后，因为报名热烈，现在已经开到第3期。佛光山南台别院台南人间大学呢，第一次呢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哈，也知道呢刘老师呢其实呢对于这一门课程他非常的这个专业哈，从中呢我们呢也希望在此呢能够跟老师一样能够推广这样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哈，秉持着我们师父上人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这样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来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哈。其实在开办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底哈，但是在课程开办的那一刹那的当下呢，其实名额就立刻就爆满了。这一期呢也是第3期哈，连续3期都是爆满哈。刘进文原本伫2天前就曾经受邀来到林间大学开课，但当时因为疫情较严重的缘故而暂缓，后来因为因缘已足，终于伫去年顺利开课。2年前，人间福报在采访我的时候，就希望我来教咱这个台南府城的百年工艺的异木镶嵌的课啦吼。不过那个时间点里，讲很多的事情比较多啊，工作也比较多啊，然后又卡到疫情，然后去年就是有一个因缘机会啊，就是来这边教一起的家当入石榴。
不过，因为这门课程较有难度，老师们也建议需要有一寡美术基础的朋友才来报名。一般哪种拢在做这个教学的方式，哪种伊这个有一点，人讲的有一点进阶了。所以我拢要求，比如讲承办单位南台别院那些各个单位，我拢希望讲他们有一个美术底子，安尼再学的话才不会拖累到其他的学生，还是最重要的。啊无你的学生都赶进度了，结果伊赶袂起来的时阵，他就放弃了。我感觉这真重要。嘉东立石榴第3期的木雕课程，第3月7号已经顺利结业。刘正文表示，若是欢迎热烈，未来也是会持续伫遮开课。南台别院、台南林间大学也欢迎对着各项课程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踊跃报名。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嘉东立石榴课程的最后一节课，木雕艺术刘志文除了伫个课堂上展示学员的木雕成果，嘛详细为学生讲解嘉东立石榴的历史典故。其实嘉东立石榴这个名词是一个美丽错误，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名师出高徒，16岁就得到国母艺术陈启春拜师学艺的刘正文，出师了后，伫特殊木雕工艺嘉东立石榴顶面研究真深，得到真侪庙宇信任，委托修复以及制作各种嘉东立石榴的木雕艺品。但因为这项传统工艺卖人愈来愈少，互刘正文有了开办课程的想法。拄好伫南台别院的邀请之下，伫去年来到台南林间大学开班授课。刘正文伫访问时指出，嘉东立石榴的讲法其实是一个美丽错误，但因为文字优美而且具有意涵，虽然唔对，但是嘛真适合。嘉东立石榴，它伫台湾坦白讲伊无文献啦。我做甲安尼啊，要调查者嘛无即个文献，伫个文字会产生即个文字出来嘛无。啊，毋过我感觉这是美丽的错误啦。伊嘉东立石榴，咱听起来有那足顺，足顺，互你听起来真舒服。我感觉这是有那是咱台湾的即个虽然讲毋对，啊，毋过毋对啊，很恰当。刘正文表示，所谓的嘉东立石榴，伫日本时代号做埋木细工。意思就是使用2种无同的木头，相嵌所制作而成的木雕技术。光复了民国60年，咱即个迄个时代咧学的师傅，伊嘛是讲叫嘉东立石榴呢，伊是讲立的，啊，毋过立什么木头都是可以的。毋过因为木雕门槛较悬，无参照年数会当定来，定定一个步骤做毋对，就要开真侪时间修复。所以刘正文也建议学员回去厝嘛要多加练习雕刻。伊甲一般的它的入门槛比较高啦，跟一般的泥塑不一样。泥塑会当安尼修修补补，雕刻的伊无法度，雕刻伊就是做了就是做了啊，伊错了就是错了。有当时讲迄个动意，迄个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讲你一件物件做毋对啊，毋过你要安怎去改，你就是爱搁用足侪时间去改倒来。这是一个雕刻的足大的一个门槛伫咧遮啦。其实就像老师刚才讲的，你要回去要练，每一个行业都一样，每一个艺术创作其实都一样，你要回去，你要去实际去练，对，就是各个行业都一样，所以我们会有买一整套，大部分的学员都有买一整套的工具，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艺术嘛，对，技艺嘛，是很难得，如果再不传承下来，以后就会没落了，对。刘正文的嘉东立石榴传统工艺之路，一路行来超过30冬，到现在悠远缘分不减。目前，伊嘛有伫台南林间大学开课，伊也欢迎对这项台湾独有的传统工艺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前来学习。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伫2020年曾经办过一场岛屿生活甲地景的展览，当时的主题是台湾的经济作物。今年继续对台湾岛屿的关怀，推出岛屿现代性之梦，透过工业转型来探讨台湾的生活甲艺术。一块一块肉粽架放伫咧展间，另外一边还佫有钢筋水泥。其实这拢是用纸做的啦。台南美术馆最近推出新展览，探讨工业转型对台湾生活甲艺术创作的影响。台湾又比较特别，是我们从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甚至在早一点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现代化的这个建设。那
直到1949年到1970年代左右呢，有一段时间，因为中华民国比较在这个经济上面没有那么富裕，靠了美元。那大概是70年代左右呢，因为外交跟一些本土化或者说在地化的这些思潮开始起来，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大型的工业建设。那这工业建设也带来了这个我们的地景的环境的改变。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展览，它的核心比较像是要思考说，现代化的所谓的更高、更快、更便利、更大、更高这件事情。这场展览延续2020年展出的台湾农村特点。这场炮耳控鼓礼是展出台湾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会当看到画家如何使用传统媒材描绘台湾的工业景观，也会当看到艺术家如何将台湾的工业景观转为当代画作的视觉语言。好的艺术品，应该它是承载了一个艺术家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中所纠结出来的一个情感的凝聚。那么这个特殊性，也就是它艺术最可贵的地方，是别的艺术家或者其他的时空环境所存在的艺术家他所不能取代的。那么这次的展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铺陈出来。透过展览，将带领参观的民众面对将要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台湾，如何重新思考曾经共同经历的工业进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